好，今日我係要分享一個係體育科外判學生視覺嘅睇法啦，同埋佢嘅影響嘅。嗯咁首先啦，呢篇文章就探討英國本科體育生咧就點樣睇呢個體育教育嘅外判啦，同埋調查佢哋嘅體育嘅概念啦，同埋對邊個教授體育嘅睇法嘅，以及一啲外判供應啊，例如體育教練對呢一科嘅影響。咁首先啦，我要文章咧就主要講咗咧體育作為運動同健康嘅影響啦，影響咗學生對體育嘅睇法啦，覺得體育主要係運動技能同埋促進健康嘅生活方式。研究咧都指出學生對體育外判咧參與初中體育科嘅睇法，結果顯示咧學生一般咧都支持外判供應啦，特別係小學中填補空缺啦。但對控制權、權威同埋內部教師嘅貶值咧表示擔憂。研究強調咗學生嘅聲音咧喺外包辯論中咧，往往俾人忽視。佢哋嘅睇法同運動教學嘅專業嘅主導話語咧，就息息相關嘅。咁咧喺我同體育科教育關係咧，學生通常將體育同運動啊同埋健康聯繫埋一齊。咁提醒咧，我作為一個未來嘅體育師咧，擴展咧課外活動嘅內容。咁唔單止喺技術同技能啦，外判咧嘅專業知識咧，都促使我反思合作教學嘅重要性，結合咗內部教學技能同外判專家嘅知識，理解學生嘅睇法咧，都有助我設計嘅課程，加強教學內容啦，同埋健康教育嘅價值，同埋解釋咗體育唔單止係運動嘅誤解。我亦都鼓勵同一啲嘅運動教練咧去建立合作關係，支持學生同內部教師嘅發展。咁咧喺文章學到啲乜嘢咧？咁體育教練咧通常都會視為運動內容嘅專家啦，提升咗體育科嘅質量，支持專業參與嘅理念。但係咧外判咧都存在一啲風險，就係第一可能貶值咗內部教師啦，造成控制權嘅衝突，縮小咗體育嘅重點到運動，忽略咗更廣泛嘅身體素養，保持教學平衡嘅重要性。咁外部專業知識咧，應該補充咗內部教學嘅知識，而唔係並非取代佢嘅。研究顯示咧，學生嘅睇法咧同運動咧同埋健康嘅話語咧密切相關，影響咗佢哋對邊個都應該教育體育啦，同埋體育應該包含咗啲乜嘢期望。咁體育嘅實踐嘅關鍵點咧，就支持咗外判作為擴展體育課程嘅手段，例如啦，接觸攀岩啦同普拉提等等活動咧，確保外部供應同內部體育教師之間嘅合作關係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，令佢哋咧喺向外部供應商學習，例如首先觀察佢哋點樣教學啦，同埋提升我哋自身嘅技能嘅，咁認識到專業嘅知識咧，都能夠提升學生嘅學習體驗。特別係一啲需要高級活動技能或者新活動嘅科目入邊，咁咧喺擔憂同挑戰方面咧，咁學生咧都表示咗擔心外部供應咧，即係例如有啲體育教練可能缺乏權威啊，難以同一班體育教師一齊管理，佢哋擔心咗外判可能會令教師感到被貶低嘅，尤其係呢啲內部供應啊，唔涉及及唔涉及教職員嘅控制情況下控制內容啊嘅時限。外判咧有可能將體育簡化為運動同埋健身，忽略更廣泛嘅主題，例如終身運動概念啦，同埋健康，需要謹慎實施呢個措施嘅，即係外判應該係擴展而唔係取代我哋嘅體育老師，同埋保持對教學質量嘅關注啦。咁對體育老師有啲咩啟示咧？其實應該利用呢啲咁嘅專業知識咧嚟實施多元化嘅活動，提升學生嘅參與度啦。特別喺內部能力有限嘅領域，保持強大嘅教學領導力啦，確保外部供應商支持同埋課程咧標準一致嘅學習目標，同外部體育教練咧促進對話啦同合作，建立專業嘅關係。要意識到咧體育嘅睇法同埋敘述啦，積極推廣超越運動中心嘅包容性同埋整體性解釋。咁啦，呢篇文章強調咗對外判同埋體育老師身份嘅影響同埋批判性。作為一個教育者，我哋應該係保持教學完整性啦，同學科深度嘅同時，平衡翻外部支持，相信對體育角色嘅共同理解，而唔單止係運動，而作為終身健康、福祉同埋社交技能嘅工具。
呢啲先係至關重要嘅。同同事分享呢啲見解，可以幫助建立協作啦同反思嘅實踐，確保體育嘅整體性同包容性。呢個就係我嘅見解啦，多謝。